大家好，其實咧你要諗好你想要過點樣嘅生活，咁啊晨早就要開始計劃㗎。咁以我例子啦，我1999年，即係我26歲嗰陣時咧，我就碩士畢業啦。咁嗰陣時就出嚟做咗半年嘅工作。咁嗰陣時要工作咧就喺呢個金鐘返工㗎。咁我土瓜灣住，咁我要預早1個鐘頭，可能個半鐘頭起身啦。咁1個鐘頭就車程啦。咁每日就返工放工。咁其實呢種生活我係唔係好中意嘅，因為強迫自己要準時起身啦，跟住就要食早餐返工，逼車，咁呢種生活我其實係唔想過。咁嗰陣時我就會諗究竟可以點樣嘅生活我係最想要過嘅。咁最終我就決定咗自己創業啦，因為我想過嘅生活就係可以自然醒，咁啊瞓到幾多點就起身就做嘢，咁啊完全唔使有任何嘅壓力啊，可以賺一啲不要做嘅收入啦。咁嗰陣時我就已經知道我自己需要啲乜嘢啦。咁啊點樣計劃去達成呢？咁我要分享嘅話，第一件事就除咗創業呢個最重要嘅決定啦。咁第二個就係你嘅女朋友同埋未來嘅太太啦。你要同佢分享你想要過嘅咩生活啦。咁如果佢同意嘅話，你可以同佢講，即係嗰陣時可能你要同佢講我想要咁嘅生活。咁我可以賺到，如果我可以賺到我哋生活費啦，咁我哋生咗個 BB，你要負責朝頭早就叫醒佢啦，同佢翻學啦，因為我要自然醒啊嘛，我想要嘅生活啊，我要點點點，咁睇下佢肯唔肯咯。咁我最重要嘅係我要賺到應該要嘅人工啦、收入啦，咁佢可以全職去湊呢個 BB 啦。咁我如果達到咁嘅話，就希望佢即係要問佢究竟肯唔肯咯，因為呢個最重要嘅人生嘅決定㗎。你嘅生活你想要點樣，有時唔到你決定㗎。咁你個女朋友如果唔贊成你咁，你又想要咁樣嘅話，你咪唔結婚咯。一個人生活，你都可以達到你個生活㗎。咁嗰陣時我就創業啦，2001年就開始創業，嗰陣時未結婚嘅。咁啊到咗半年之後我就結婚啦，因為嗰陣時都開始穩定啦。嗰陣時開始做咗個漫畫租借嘅軟件，就開始都見到個曙光。咁啊做咗其他唔同嘅軟件，我覺得應該有得有得發展。咁嗰時就選擇咗結婚，因為我都早啲結婚。咁去到結咗婚之後，去到2004年，咁開始公司穩定啦，我哋先選擇生 BB。咁嗰陣時我都同我太太講，如果我哋個人工收入可以達到我哋生活水準，咁佢可以全職去湊 BB 嘅話，咁可唔可行呢？咁大家都計完條數，覺得個機會都好大嘅，所以我哋喺2004年生咗第一個小朋友啦。咁生完之後佢都未全職嘅，因為佢都諗住出去翻工，跟住將個小朋友交俾我爸爸媽媽去湊。咁最終佢差唔多去到1年之後，覺得自己湊會好啲，咁我哋就決定咗佢全職去湊呢個小朋友。咁我公司就繼續去發展，咁啊繼續去寫呢個軟件啦。咁嗰陣時發覺，慢慢就除咗呢個租借漫畫軟件，其實我嘅方法係好簡單嘅啫。人哋要求啲乜嘢功能、咩軟件，我就做俾個市場，跟住就將套零售系統啦、美容啦、髮廊啦咁樣做起咗之後，就擺上喺網站去賣啦。咁嗰陣時又開始每個月有穩定嘅收入。到咗2006年就有個伙伴就加入我啦，咁佢就幫我去做銷售，我更加自由。咁去到2009年就決定去生第二個 BB 啦，因為嗰陣時個收入都開始多啦，咁啊穩定啦。咁第一個小朋友已經開始返幼稚園啦，我哋就計劃生第二個。咁你發覺我哋係計劃好晒嘅，即係其實都唔係叫計劃好晒嘅，一步步行嘅。即係如果達到咩目標，你就做咩事。因為我嗰陣時創業就完全係唔知道究竟成唔成功嘅。咁到成功先生一個 BB 出嚟，生一個第一個小朋友。咁再慢慢去睇落去，原來都 OK 喎，成功嘅生第二個小朋友。咁慢慢我將我公司大部分嘅銷售都交咗俾我嘅銷售伙伴啦。咁我自己繼續喺度開發啦。咁啊達到我自己誒慢慢富起來嘅一個生活。咁我所以先開呢個 topic 叫做生活。慢慢即係萬富生活談。咁去到2009年，我先買第一個鋪頭啦。去到2017年就買第二個鋪頭啦。咁開始就發展上去。咁到而家2026年啦，我53歲到。咁而家開始計劃退休。
咁啊，點樣退休，點樣計劃嘅話，未來會同大家再分享更加多。咁如果中意呢個 topic 嘅話，一定呢個頻道，我同大家再分享更加多我嘅決定、我嘅計劃、我嘅創業、我嘅未來嘅生活。拜拜。